李飛揚心諗：正啊！呢個11、12歲嘅妹妹仔係邊個呢？仆街啦！點解我有啲戀 T 嘅感覺嘅呢？吓？咦，咁變態！不過佢唔知道自己而家只係15、16歲嘅僆仔，相當於初中生啦。而家有生理反應都正常。正當佢自嗨緊嘅時候，教父把聲又喺佢耳邊回響：你喺呢個世界嘅前15年記憶，而家我會輸入你嘅頭腦裏邊，希望你能夠習慣。李飛揚突然間撕心裂肺，啱唔啱？應該係個頭想爆開嘅感覺啊，令佢覺得差啲痛到想死。佢咬牙鬧咗聲：你個教父正一冚家鏟啊！好在痛苦只係維持咗10秒左右就消失啦。李飛揚終於回憶起佢呢一世嘅名，佢父親嘅宿主或者講變體叫上官飛雲，係水族5大家族之一。上官家族嘅當家話事人上官文嘅後代，面前嘅清純妹妹仔竟然係佢個親妹上官素素。李飛揚，我哋以後仲係用今世嘅名上官飛雲嚟稱呼佢啦。真係唔敢承認呢個係現實啊！咁索嘅靚女只可以做細妹，睇得就唔食得，真係可惜咗啲咯。上官素素確實係水族嘅標準美人啊！水族人嘅審美唔中意睇胸同埋睇曲線嘅，水族嘅頂級靚女就有啲類似我哋4大名著嘅林黛玉或者江南美人西施嗰種感覺啦吓，但係又自帶一種漫畫式嘅非常之有個性嘅氣場，簡直冇男人可以抵抗呢種誘惑。上官素素簡直就好似係從奇幻世界走出嚟嘅人物。上官飛雲當然忍唔住想入非非，想象緊同佢一齊浪迹江湖、遨遊天上人間嘅感覺啦。呢個時候，素素已經將艇仔撐到去飛雲嘅身邊。飛雲哥哥，原來你喺度，你真係壞嘅啫。點解今次我要揾你揾咁耐先至揾得到呢？係唔係你新修煉咗咩武功啊？想同我玩捉物呢啊？上官飛雲就講啦。阿妹點會啊？我掛住你都嚟唔切啦。素素皺咗下條柳葉眉，然後講：飛雲哥哥，你去邊度學到把口咁壞嘅呢？唔似係你嘅個性噃。素素口度雖然係咁講，不過心度仲係暖粒粒嘅。佢非常珍惜呢位過去一直又酷又靚仔嘅哥哥，對佢嘅感情早就已經超越咗單純嘅